數字辦成立1年以嚟，首次獲頒申訴專員嘉許獎嘅客戶服務獎，我哋全體同事都覺得好榮幸同埋好鼓舞。作為數字辦面向市民嘅服務單位，1823積極運用創新科技去提升我哋嘅服務質素，全面擴展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嘅服務範圍，同埋推出智能化互動電話，即時為市民解答問題同埋方便佢哋攞到所需要嘅資訊。我哋亦都利用人工智能協助草擬書面查詢嘅回覆，提升我哋個案處理嘅速度。過去1年，1823嘅服務使用量超過750萬次。透過善用科技，加上同事用心服務市民，令到各項服務指標，包括12秒內接聽來電、客戶滿意程度以及首次來電即獲解答查詢嘅比率都獲得驕人嘅成績。感謝申訴專員公署認同我哋1823多年嚟響協助處理政府投訴同埋解答查詢方面嘅努力。我亦都要感謝1823嘅同事風雨不改、盡忠職守，為市民解決問題。數字辦會繼續加強應用科技，持續優化1823，同各個政府部門通力合作，為市民提供更優質嘅服務。